超人气的卡比胖拉水上的大型翁仔，昨日好伫咧安平渔人码头出现咯。由着市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5卡比胖拉台南梦翻天的活动，将对9月13到10月19，伫咧安平的渔人码头盛大登场。昨日好由着市长黄伟哲甲着侪位的贵宾共同举行开幕式。即届本土的 IP 卡比胖拉首次伫咧台南来亮相。开幕当天，就吸引未少的民众前来翕相打卡。非常欢迎大家来共同开箱，共同来看看我们台南市的新 IP 卡比胖拉。这个就是俗称水豚君的非常本土性，而且又非常好的 IP。那从9月13号开始，一直到10月19号，连续6个礼拜，那都可以在我们安平这边安义停车场的对面来跟各位见面。这个水豚君，我们由于经过管理局的努力，那可以在展期结束后还是可以留给我们。那这是给我们台南市最好的礼物。那这个是非常夯，小朋友、大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个卡通人物，也是非常喜欢的 IP。那尤其它具有在地特色，因为它不仅喜欢台南市的碗粿，还喜欢台南市很多的好物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一端着台南的碗粿爱不释手。所以说虽然天气很热虽然这个很多的好朋友在连续假期中间，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南。即届展场设入12公尺悬的大型充气翁仔，以及2组5公尺悬的绿箱中型的翁仔，甲50只无同造型的纸条装置，搭配周边水浴的环境，营造出疗愈人心、可爱的氛围。那我们这次活动比较特别，是除了有一只12米，而且是水上的汽友之外呢，我们还有2只5米高的这个卡比胖拉在我们的陆地上，另外还有50只3款不同款式很 Q 很萌的这个卡比胖拉在我们的这个大量出没区。然后晚上6点开始到平常到8点，假日到9点呢，每半个小时一次，每次3分钟会有声光秀，而且这次的声光秀我们会结合这个烟雾，有泡汤的感觉哦，欢迎大家其实赶快来台南玩。卡比胖拉台南梦翻天的活动长达37天的展期，横跨6个周末甲13个连续假期。市府希望民众会用安排连续假期到台南来旅游，除了看超人气的卡比胖拉，嘛会用顺线旅游周边的景点，拜访真实版的大门水豚君，支持在地商家甲特色的美食。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。